叫李俊，今年18岁，我来自上海深圳一号国际训练营。我对这次的比赛，我训练已久，我希望在这次比赛能发挥我的非常好的水平。拿破仑，我来了，给我小心一点。Endi bergan sharitni bergan bu. Hasan bu. Endi u tovoqdan avvalman bo'lyapti. Keyin sovoqdan bu. Endi ko'ramiz. 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纳博瑞。Көрсеткәне батырым қазағымның көк туы биіктерде самғасын от қатты сүйкемеген қазағымды сүйе алған 南方选手纳博瑞来自于哈萨克斯坦，身高170公分，体重61公斤，职业战绩3战全胜。In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0 centimeters, weighing 61 kilograms, fight record 3 fights and 3 wins. Жүрек соққан қағып, жалын бойды алып, батырларда алысқан тарихта есте қалып, ата-бабалар жеңісті қолдан бермей, енді ғане дәлелде алаңға шықсаң берілмей. 这是纳博瑞，有3次全胜的经历在 MMA 的。他的对手红方选手来自于中国的霹雳少侠李俊。这是李俊，他的号叫霹雳少侠，身高1.71米，体重62斤。场地呢有6战4胜1次 KO 对手。来自于中国，身高171公分，体重62公斤，绰号霹雳少侠，职业战绩6战4胜1次 KO。In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1 centimeters, weighing 62 kilograms, fight record 6 fights and 4 wins, 1 win by the weight of knockout. 李俊目前我们看到最大的优势在于他的体能和年龄。李俊只有18岁。希望在这场当中，他们能够打得更加激烈、更加精彩，是否能出现本站的第一次 KO 呢？有请场上裁判。好的，双方比赛很快就要开始。现在呢是 WBK 第8站，第2场的比赛。来自中国的选手和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李俊和纳博瑞之间的第1回合 MMA 规则下的格斗，综合格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刚才说了，这是纳博瑞啊。出台，比赛开始。好，李俊最大的优势是年轻啊。
18岁。你看纳布瑞24岁，他上去以后首先发动这个攻势，想很快就把这个李俊拖到了地面当中。对，过去的纳博瑞他们全都是为了好的，继续来可以继续攻击的。李俊做好防守，现在要做好防守，小心小心。但是纳博瑞在上位的技巧是非常的充分，而且还可以继续来攻击。太慢了，在高位然后齐上位，几乎是没有机会的。这个相位选手没有机会。只要防住，不要让他用前头过猛的来击打自己的头部。目前裁判会看，裁判要看相位选手有没有逃脱的机会。没有逃脱的机会会被终止比赛。现在好像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防守姿态。纳博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看看裁判怎么来判定。现在纳博瑞呢就想继续用拳击的方式来砸李俊的头部。看看李俊，好的，已经想用双腿的力量呢想把他弹出去。如果有一个双腿支撑的作用，再加上腰部的力量，要是发猛的话，有可能会把纳博瑞呢反弹出去。这样的话，李俊就解套了。那这个漏指拳套就是要让你抓的，所以上位的选手是有机会把下位选手手拉开的。但是纳博瑞没有做，纳博瑞好像没做这些动作，但是是采用了我砸，一直往对方的手套上面砸。这样的相对来讲呢，也给李俊的一次机会，你反正砸不到我的头，砸不到我的脸。在过去纳博瑞就是这样打的，他长期保持在上位，给裁判一个优势的印象，但是他没有降服能力，也没有指导能力。那现在就是裁判把他终止比赛，因为花了太久时间。这样一套简单的打，因为你上一辈的打拳就战胜了李俊，李俊没办法挣脱，李俊没办法挣脱，他就是我都没有昏，我也没有流血，但是没收了比赛。这就看裁判的了，裁判判定。对，就是一场裁判判定，因为你没办法挣扎的，你没有机会的，也没办法。你李俊如果想转身的话，你把背后交给了纳博瑞更危险，他转不过去了，已经没法办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这个纳博瑞比较有经验，双腿紧紧的卡住上位。这种蝴蝶型防守让李俊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李俊的双腿是悬空的，他没有做这个起桥的企图，所以他完全没有。现在想靠腰腹力量进行反弹，没错，也没办法，因为对头部和颈部的这种压力太大了，他无法进行转身。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比赛结果大家非常的清晰，恭喜蓝方选手纳博瑞他自己拍了就拍 TKO 获胜。The winner is Dorbiagen by the way of TKO. 有请颁奖嘉宾，正环 WBK 联赛高级顾问、高级解说员刘普雷老师。有请嘉宾颁奖。再次恭喜纳博瑞，再次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希望我们的哈萨克勇士能够一往直前。